專業及醫療發展總監黃譚志門教授，根據而家我哋睇到嘅呢一篇外國機構嘅研究論文結果，知道太極拳能夠幫助長者預防跌倒嘅機會係高達50%，因此佢大力提倡市民練習。喺2006年特別獲到特區政府嘉許，喺2023年，余志明師傅將佢重新匯編，將原來嘅10式改為8式，希望習練者能夠盡快掌握。全套運動只有8個太極拳嘅基本動作，集中以太極拳嘅5步進退顧盼定為本，特別針對長者嘅腿部力量訓練，提升平衡力同埋信心，以安全易學、練習時不受空間限制，可以隨時練習為目的，因此又被簡稱為防跌8式。喺2023年中，我哋推出咗呢個防跌8式。首先由香港嘅大學生團體開始學習，係通過咗家訪、教授太極拳動作等方法，向地區嘅長者講解防跌嘅知識。喺2024年，我哋開始向社區進行指導員培訓計劃，有2間長者中心亦都係持續教授。今日喺台上面演練嘅就係呢2間中心同埋我哋東樂太極拳嘅一啲團友。喺2025年，我哋將呢個計劃擴展到其他嘅團體。今日出席嘅就係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、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寶石湖長者中心、香港香海正覺蓮社佛教荷里歡德耆英康樂中心，同埋東樂太極拳嘅學員一齊。好多習練者喺習練之後都覺得佢哋嘅步履輕盈咗，平衡力好咗。我哋希望呢個計劃可以推廣到學校，令到佢可以更加多人受惠。通過學習，我哋學界迎全運，從青少年開始，我哋歡迎各界人士、團友共同參與，一起建立恆常運動習慣，亦祝大家身心健康。多謝晒我哋太極不倒翁慈善基金嘅團。